接下来，我们有请美国梅纳诺文化演艺公司总裁李英先生发言。美国梅纳诺文化演艺自成立以来，得到了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历任文化组的特别的支持，特别是现任的王参赞、柴领事、毛领事的正确指导和支持下，创造出了几十场民族文化特色的品牌演出。在梅纳诺文化演艺创立举办首场演出至今，我们与洛杉矶海外华人媒体的巨头英荣传媒始终携手合作，并肩战斗，牢不可破和坚如磐石的正能量关系，使我们在海外传播弘扬中华文化得到了有力的支撑点，并在海外观众中形成了广泛影响，成为海外中国音乐演出市场颇具号召力的知名文化品牌。多年来，梅纳诺文化演艺旗下的美国中华国乐团始终坚持以海外民众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展现用力、用心、用情、用功的时代作为，努力打造更多不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精心创作编排文艺精品，为海外中华文化音乐事业的繁荣发展做出了时代贡献。作为具有一支海外影响力的国乐团，在本次是第6届英菲伦腾音乐会中，始终秉持电影为谋，经典音乐展再现的演出特色，将再次演绎一场上海电影出品厂出品的插曲以及配乐音乐会，带给广大海外观众，并将再次成为中国电影音乐演出颇具号召力的民族音乐品牌。谢谢大家。谢谢李英先生。